姐妹平安。因为我们戴口罩的原因，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彼此间的笑容。特别如果戴口罩，我们微笑的时候都只会看到鱼尾纹。所以呢，我们都会说，陈时中部长说用拱手来代替握手。但是学校里面的老师啊，有想到一个手势，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他说，这代表说是三位一体。我的解读是主的爱与你同在。另外，现在很流行的是爱心。那我的解读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所以现在邀请弟兄姐妹跟你的左右邻居用拱手，或者是三位一体，主的爱与你同在，或者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一起来请安，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有无限的爱，我们的天父上帝，现阶段的我们需要有安全的社交距离，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爱不被距离还有空间阻挡，仍然主动来关怀身边的亲人朋友，感受着爱陪伴不断线。求神帮助我们借由今天的经文更加认识爱。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学校的时候，每当隔壁班先找我们下课，他们经过，同学们都会比这个手势。坐在教室里面的我们就感到受到安慰，心里想，再一下下我们也可以下课了。不过也稍微担心了一下，怕老师看到这样子，那受到的鼓励更有力量，更有使命继续讲下去。所以真的很为难。每个人感受到爱的方式还有表达方式其实不尽相同，但是爱之语就是来帮助我们用不同适当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之间的爱，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的密切。这位 Gary Chapman 博士也是一位牧师，他就说明了这5种爱的语言来做表达。第一个是肯定的言语，第二个是接收礼物，第3个是精心的时刻，第4个就是服务的行动，第5个就是身体的接触。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肯定的言语，人最深处的渴望就是被人肯定，出自内心的赞美还有这个关怀，可以满足心理的需求。接受礼物，关键是在看到对方的需要，表达我们的心意。在精心的时刻，就是彼此陪伴，专心的与对方在对方的身上一起做一些喜欢的活动。第4个是服务的行动，真心的为对方来服务，做一些服务的行为。第5个身体的接触，就例如牵手，还有拍拍肩膀、摸摸头，都是一些有温度的身体接触。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对我们说些什么爱的语言。在肯定的言语方面，他用安慰、劝勉、造就还有救赎的话来宣告他对我们的爱。而接收礼物，每一位他所创造的人都有一份特别的恩赐，可以来执行我们自己的任务。有些人他有祷告的恩赐、代求的恩赐，有些人他有陪伴的恩赐，或者是服侍的恩赐，甚至某一些朋友他有赞美还有鼓励话语的恩赐。这些其实这都是别人无法夺去的一份礼物。第3个精心的时刻，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吃饭，他们一起去传讲福音，去宣道，还有他们有同样的经历，还有做很多深入的对话，一起共同的生活，一起团契的生活。第4个服务的行动，耶稣在他3年的服事当中，其实他做了很多服务的行为，例如他医病赶鬼，还有他使瞎眼的看见，甚至他使人复活。他对人那一份极致的爱，就是爱惜生命，甚至他愿意牺牲自己，然后代替世上所有的人的罪，受到这一份的刑罚。而身体上的接触，对12个门徒来讲，最深刻的一个记
记忆跟经历，应该就是主耶稣为他们洗脚。约翰福音这么描述说，将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巾擦干他们。做完了之后，耶稣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如今的我们虽然无法跟耶稣一起真实的生活，但是我们如果彼此相爱，那坐在最小的就如同坐在神的身上一样，这就能体会到这些爱的言语。在爱的风格方面，爱的这个字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在字典上的诠释，它是心这个部首，它有施恩的意思。在古代象形的文字，上半段是手，然后用巾盖物品，心是在中间，然后下半部是脚，就是主动的意思。那如今形成了形声会意字，那这个爱这个字，我们可以当作动词，我们都会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那我们也可以当成名词，就像是仁爱、慈爱、友爱。在希腊语当中的爱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字，在新约的圣经中间，大部分都是用这2个字，第一个是 philia， 第二个是 agape。philia 它代表的意思是有爱、智慧，还有相互有爱的一个意思。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还有孝敬的心，还有亲朋好友之间的情谊。特别是 philia 的爱也包含了别人给予我们的那个喜欢。有了 philia 的爱，人际关系就会更加的和谐融洽。第二个是 agape， 是有爱的意思。这一份的有爱，其实agape 是博爱的意思，在宗教上指的是神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agape 也是一种付出的爱，就是一个不求自己利益、牺牲的爱。在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我们牺牲他自己，那就是一个牺牲的爱。那agape的爱也包含了是一个很内涵，也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一种爱。agape的意思就是对全人类的理解跟包容，特别是对那些反对者或者是敌对的人，他有一种宽恕、一种包容，也就是仁爱跟慈悲的意思。我们了解到爱的言语还有爱的意义之后，如果没有行动，这一切都是空谈。约翰一书3章18节，在今天的经文这么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是在言语跟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爱最好的定义就是主动的行动，用真心来对待某一个生命或者是某一个物件，这让整体得到快乐，这就是爱的那个最好的一个定义。我10岁之前其实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我很习惯吃外婆煮的口味，特别是她包的菜粽，其实我都一直很怀念。那因为当时他在台北，我无法跟他撒娇说要他包粽子给我吃，所以我特意的去找了一间有卖菜粽的店。那我满怀着期待，当粽子送来的时候，我吃第一口，我吃到了花生跟蜜；第2口、第3口都同样是这样。我把它打开，我看不到里面有馅料，所以我就走过去问老板：“老板，你是不是送错了？我点的是菜粽，可是你送来的是花生粽。”老板跟我说：“花生粽就是菜粽。那你说的菜粽是在哪里吃的？”那我说：“是我阿嬷包的。”他就说：“那是你阿嬷对你的爱，我们没有在卖这种粽子。”我突然想到，对耶，我阿嬷知道我不太爱吃猪肉，也不太爱吃米，所以她包的粽子总是小小颗，充满着料，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包肉的粽子。我就把它以为它是菜粽，我还去跟老板这样挥，其实是很不应该。现在的阿嬷其实她住在归仁，她已经90岁了。那她常常会打电话跟我说：来拿零食。
他的记忆一直留在我喜欢吃零食这件事。有一回，我的侄子国小1年级的侄子就跟我说：“大姑姑，你都这么大了，阿祖还拿零食给你吃。”我心里想说：“对啊，我都这么大了，我还来拿零食。可是我来拿零食是表示我对他的爱。那我的阿嬷为我准备零食，也是他对我的爱。”在228的假期当中，我去参加了一个鲁凯族的新郎跟一个布农族的新娘他们的结婚典礼。有一个仪式，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印象很深，就是站在台上的就是已经结婚的婆婆妈妈们，站在台下就是一些未婚的小姐们，那他们一起跳舞欢迎这对新人入场。特别是他们共同跳的时候，这对新人也一起跳。那新郎跳得很开心，他甚至脱掉他的西装外套。后来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么开心？”他说：“你想想看，他们都这样子了，可见我没有婆媳之间的问题，所以我非常的开心。”然后我心里想，原来这也是一种不一样展现的爱，是一个整个部落对这一位媳妇一个接纳跟包容，还有温暖的爱的一个呈现。再来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在宜兰的这位神父吕洛舍神父，他在宜兰创立了圣家明的疗养的启智中心，照顾的是一些急重症身障的孩子。他来台湾55年了，他是一位意大利籍的神父。因为疫情的关系，他非常担心他的故乡意大利，他非常的烦恼。因为有很多去关怀还有去照顾病人的这些神父跟修女都也接着染病，而且还甚至牺牲了，所以他非常的忧心。他流着眼泪请求台湾可以救救他们的家乡，在短短6天的时间就募集了1亿5千万。他流着泪，他非常非常的感动，说很谢谢台湾人。但是我们试着想想，我们岂不是在55年前就已经先接受了他的爱？如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回报、来回应这一份的爱。耶稣跟彼得有一段很经典的对话，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小羊。”耶稣第2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3次又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3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就很忧愁。他对耶稣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前2次用的是阿嘎贝这个字，而彼得回答的是菲利亚这个字。阿嘎贝是神对人的爱，而菲利亚是朋友之间的爱。这2个字似乎有些的差别，可是在第3次，耶稣也用菲利亚的爱来告诉彼得，并不是耶稣降低了他的标准，而是他用当时彼得可以做得到，而且可以体会的那个爱来跟他回应，来跟他对话。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很肯定彼得的爱，所以他交托给他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牧羊的工作，喂养我的羊。而彼得也没有辜负耶稣的期望，他在地中海沿岸将基督的思想传给那些寄居在外乡、寄居在外国的以色列人，甚至也担起教会领袖的这个责任，呼应着耶稣要托付他的，成为那个教会的磐石。所以是真的是一个耶稣的爱，真的在人的当中来展现，从菲利亚转变成一个阿嘎贝最好的一个展现。我们来看看约拿。
约拿他所处的背景是在主前第8世纪，在亚述的时候，亚述帝国要灭亡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他逃避不去尼尼微城，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任何人都不期待自己的国家会被侵犯、被欺压，特别是看到敌对的这个亚述帝国，他们很残忍、很暴力，他们会活活扒人的皮做成骨。那也会挖人的眼睛，然后会拔舌头，甚至砍脑袋，堆积如山。这些种种很暴力、残忍的行为，这些的恶达到耶和华的面前，所以耶和华生气，要来惩罚。这让约拿觉得，对，就是这样。耶和华，你行了公义。所以当耶和华要约拿去传讲警告的信息给这尼尼微城的时候，他当然相当的不开心，他不愿意，因为他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耶和华若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给人认罪的机会，人若回转归向了神，认罪悔改了，神就会原谅赦免。这让约拿相当的不开心，甚至求死。耶和华用了一棵蓖麻树来劝诫约拿，来让他明白为什么。蓖麻树这种树在中东其实四处都有，而且它的特色就是长得很快。所以约拿因为有这棵树来遮太阳很开心，可是也因为虫咬蓖麻枯干，他很生气，他对耶和华抗议。耶和华对他说，这一棵你都没有种植，你没有照顾的植物，它自然生成，你就会这么珍惜了，何况是全城这么多尼尼微城的百姓呢？耶和华对约拿来阐明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不论是他的先知约拿，或者是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甚至是不认识他的外邦人，这些亚述帝国的人，他同样都爱，因为爱惜生命是他的本性，是耶和华的本性。这是一份无条件、一份神的爱，一份那一个无私的爱，不求回报的爱。因着行动，爱才能显出它的价值。约翰一书4章12节这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透过行动，我们可以看到看不见，经历到看不见的神的同在，可以确信它是真实的。看不到的价值使我们的心甘甜满足，而这一份的甘甜满足，其实是因为我们心甘情愿的付出。我们付出的时候不一定都会有回报，但是我们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得到的那一份甘甜，其实会成为那看不见的价值。当我们说爱的时候，不只是对人，其实同样也可以对神来表明，都必须要花时间给对方，专心在对方的身上。所以所有的爱的语言，不单单可以用在人的身上，也同样可以用在主的身上。这一些说肯定的言语，还有精心的时刻、服务的行动，这一些等等，我们愿意花时间、付出时间来陪伴那些需要的人。那我们也愿意花时间来读经、祷告，与神亲近。我们岂没有在这些的时间相处当中，获得那一份的甘甜跟满足呢？而那个服务的而那个身体的接触，其实我们爱弟兄姐妹的同时，我们也真的彰显在主的身上，如同坐在主的身上一般，我们就可以真实的感受到主的爱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一些的弟兄姐妹都是他的肢体。我们也非常愿意为我们所爱的人付出金钱，买需用的物品。对我们的主也是一样，我们的神并不缺用，他没有欠缺。可是当我们在做11奉献，甘心乐意的献上的时候，他接受到这一份诚挚还有宝贵心意的礼物，他非常非常的开心，他满心欢喜的接受。他也会因为我们的慷慨更多丰盛的赐福于我们，
这是他对我们的应许。倘若没有热情，我们的爱就会变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爱很少，甚至我们也很害怕付出之后自己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个源源不绝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就很像是水塔，透过这个爱的语言的水龙头，将水分给需要而且是干渴的人。那当我们水位一下降的时候，就有来自水库那个水自动的来填满，来补足，让我们的爱不欠缺。我们的水塔里面的水就成为那个流动的活水，而不是发臭不动的死水。如今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将爱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赐予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还有我们单单的相信他一定会将爱赐予给我们，我们就有力量可以去爱，甚至我们可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是我们的敌人。透过我们的手、我们的口、我们的脚，勇敢的行动。这些外在的行动需要用内在的付出，无条件的付出来实现，来阐明，来付出。特别是因着献身、因着委身、因着付出、顺服，来表明这些的内外合一。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其实在这个阶段，每一个人都盼望着有平安，更渴望被得到鼓励还有安慰。那这不是我们用我们爱的语言去主动关怀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好的时机吗？我们不再注视，不再单独的看着那个因为疫情关起来的这一道门，而是看见因为疫情而打开了一扇有美丽景色的那一门窗。